近日社交平台 Facebook 出現多條偽造嘅新聞片，懷疑係騙局。業界話 Facebook 有能力查證影片嘅真偽，不過一直冇積極處理。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回覆話唔允許出現詐騙行為，一旦發現會立即刪除。We know how difficult it is for people to buy property in Hong Kong. By investing just 2,000 Hong Kong dollars, you will earn 270,000 Hong Kong dollars every month. 有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教投資，有市民睇完都話心動。有興趣，但唔係好清楚詳情喎。即係佢講即係嗰個投資就講得幾好啦，即係有個回報啦。但係問題時間幾耐咧？2,000 Hong Kong dollars。但呢段無線電視新聞英文報導，主播同受訪者嘅説話其實都係野心藝技術偽造，懷疑係投資騙局。畫面做得好好喎，都分辨唔到啊，因為都好清楚咯，好清晰咯。余偉文嘅假片下架之後，到行政長官李家超上場接受無線英文節目訪問。仲有美國富商馬斯克，全部都係野心藝技術偽造當事人動作、表情同埋聲音虛構內容。無線回應話，留意到近期越嚟越多無線嘅新聞片段被改動作欺詐。用新聞片段呢係比較上專業同埋中立性強啲，市民睇到嘅時候就發覺，咦，連個新聞嘅主播都係報導呢一隻產品，容易啲說服到一啲普羅大眾係啦，去買佢介紹嗰隻金融產品，從而就呃咗啲市民大眾嘅錢啦。創科業界話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有人工智能程式查證影片真偽，但有立法會議員質疑社交平台透過受歡迎嘅影片賺錢，未必有誘因積極審查，建議政府仿效歐盟立法規管，係令到平台會更加積極啦，或者佢會有必須性啦，去配合警方執法啦，或者有任何內容移取嘅時候咧，佢可以更加快去做啦。咁亦都希望啲平台通過，如果我哋有網絡安全法，佢哋亦都會加佢哋自己嘅裝備。佢認為政府亦應該加強教育，增強市民防騙意識。無線電視記者楊貴興報導。